总统赖清德25日返来到台南首庙天坛参拜政变，受到大批乡亲热情欢迎。赖总统在致辞时就咧靠下升温，嘛感谢广大台南市民对伊的疼惜甲支持。会中嘛讲到 AMD 宣布要将研发中心设伫台南，也特别敬请大家将掌声予台南市政府团队。敬请大家掌声予咱黄伟哲市长、副市长甲伊的团队啦，咱掌声甲谢多谢者吼。大家唔知有注意到无？这几天的新闻，这个 AMD 啊，吼，苏之峰咱台南人啊，因老爸苏春怀先生啊，伊这个查某囝哇，实在是足敖的，国际级的科技人才，已经宣布啊，伊的研发中心要放伫咱台南呢，啊，掌声有落者吼。啊，这是咱黄伟哲市长甲伊的团队，啊，甲立委啦吼，甲立委。大家安尼共同争取，吼，用各种的管道去争取结果。我相信 AMD 研发中心伫咱台南，对咱台南未来发展一定会是真好啊。赖总统讲到，7月台米风台再来超大雨量，台南虽然有淹水，但已经为莫拉克风灾5万多公顷，缩小面积到700多公顷。但面对极端气候，台湾防洪标准也是无够悬。明年是超年后收编预算，已经要求行政院扩编到500亿治水预算。这一遍啊，虽然讲迄个雨量和莫拉克台风的时阵相当啦，但是淹水的面积已经有大大改善。莫拉克台风的时阵，咱台南市淹水拢共5万几公顷，即摆剩700几公顷尔。今年咱全台湾治水的预算毋是100亿啊。唔是110亿，是300几亿啦，300几亿。明年是清德啊担任总统了后所编的第一年的预算，我甲增加100几亿，所以明年的治水预算是500几亿哦，500几亿。市长王美铁致辞表示，感谢赖总统莅临来为民众祈福，主导天佑台湾，天佑台南。透过甲变祈福仪式，也象征总统为万民服务，造福社会，带领国家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